你讲咱两个温完是安怎？我对你无帮助吗？我本来是要行偶像，买一条歌叫做《恁姊啊带起来》，我唱。虽然红起来，但是我的形象拢歹去。你讲恁姊啊带起来，借问诶，恁姊啊甲上带起来？叫跟欺负啊！无啦，甲恁讲啊，恁讲恁姊啊带起来。我说黑尾鱼啊，嘿，我讲乌昂橙啊，你成啊，啊不是啊，乌昂橙，蹭啊蹭，乌昂橙，为山为水为玲珑，欢迎节目主持人洪恰恰。我想能听。洪展畅啊，你笑死人，哪有家己介绍家己出来？我经费拮据，跟你话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来讲台语世界通。大家好，我是家己介绍家己的洪恰恰。是啦。小弟出道36年，将来唔捌直接讲伫后台，家己话讲，欢迎节目主持人彭恰恰。啊，无你嘛爱激声。一般是拢爱请现场的来宾话啦。后一集我帮你画，后一集我帮你介绍。教轮，阮教轮帮你介绍。后一集你都有代志。啊，刚刚有后一集。一集。后摆我全部后一集。后摆集。唔是后一集哦，唔是集合。啊，这台语真正是有当无法度啊。我较早拢录5集，啊上牛头卡会讲今仔录几集，哎，我就想讲伊是讲歹听话，啥物录几集，伊是讲录几集，录几集，嘿，录几爱牛头卡也录的录。请教这不是你主持呢？哈。这流程是我处理的。真的我都无节目你咧，你咧这句有台语无？一定有的，讲会出来就一定有。有可能是有字有音无字的，有可能是安尼尔。加在咱现场有专家，有老师伫的，所以咱讲话无带责任。啊，老师一定爱装这聊天点吗？咱今日彩排嘛，吼。当时彩排啊，阮节目无咧彩排，已经开始啊。开始啊！拍摄聊天点，拍摄。这台语的水吼，其实是讲袂真说袂完啦吼。本节目就当播出了，哎哟，咱公共电视台。电话接袂完，批接袂离，安尼大家安尼写批来，敲电话来，吼，专批评、专指教、专学落的，非常的欢喜。希望这节目久久长长一直甲做落去，做甲天荒地老，做甲我往生为止。因为我祖先嘛在伫现场哈。哎呦，皮作，我即摆是咧敬拜哈，祖先签的。嘿，是大献神，什么大献神威？是啊，今仔日来宾有较差哈，代表节目甲大家回一个实礼。特别介绍今日来宾进前，当然咱需要现场一位台语文的专家，特别热烈的抱一声来欢迎咱郑安珠老师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，欢迎收看《画山画水画玲珑》节目，看完让你心情爽。老师，喂，我有一个规定啦吼，是，想是大家拢讲无共款。安尼哦，好，我下摆会改进。是，我会交代迄个红姑的吼，爱好啊，给我想我清。啊，是红姑的，哎，老师厉害呢。安那？无厉害要做老师。人讲别人的失败是我的快乐，伊讲恁的成功是我的快乐。安尼这个人足好诶。想偌久咧？啊，不过伊的名有成网仔香的名。会讲过安尼？讲过啊？那我就甲你讲，该讲的咱讲了啊。啊，你嘛无啥物正经啊？你要看正经的，你看别台嘛。啊，照这部这个规定呢，即摆是爱学生学员自我介绍时刻，
完全用台语。但是要介绍之前，希望班长做一个动作，上课咯。来，各位同学起身，来，今日先生好，各位囡仔兄，大家好。好，大家请坐。哦，哦，我是无型的啊。这神仙啊，这神仙哦。碰哥。哦，啊，这位你也未自我介绍，请专程用台语一说咧就可以。碰哥好，神仙好，嗯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来，你听讲话，大家要有勇气。我是康康。哎，一般讲康康，这个台语是空空是唔对的，而是迄个健康啦。啊，你也是念这是应该是康进营是我本人。啊，康康第一句是念康，第二句念康空，啊，所以是康康。空过来一波。我这甲空腔斗阵就是弄半碗。轻轻锵哎，锵。轻轻锵锵，啊，你是弄过的，蹦恰恰，哎，对对哎，你介绍还未煞？对，这我介绍了啊，真的对。啊，无你要几公分？啊，你要几分钟？哎呀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康康，今仔真欢喜来参加画山、画水、画玲珑、画山画山、画水、画水，麻烦你读文言。水哦，画山、画水、画玲珑，但你都毋是安尼讲的啊。画山、画水、画玲珑。后壁三字嘛毋是安尼讲的。为好，好嘿，无啦，好，你毋好讲啦吼。迄用弄去弹就好啊。来啦，班长自我介绍者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班长林宗兴，我是一个创作歌手。我会记老师要甲你去纠正过行吧？这吼一个原则啦，想讲康康，爱是林宗兴。啊，这是一个原则，毋过咱一个更大原则是啥？名将主人，主人若要叫啥，咱就尊重伊。伊高兴，伊高兴就好啊。伊欢喜就好啦。欢喜哎呀，咱老的无意见。老师私底下有甲我讲，我爱叫啥就叫啥啦。伊讲足兴的，身体动袂掉，所以伊讲也是爱小记一个兴嘛是会使。对啊，高兴啊。高兴，对啊，高你兴。两个私底下已经有往来啊？我往来啊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的名叫做詹志远。是，大家已经对你非常了解了。我叫做乌迪，希望大家将伊会记的。但是今日为了要大家搁印象搁较深，麻烦你个歌搁唱两句啊，起来，就搁唱两句啊，阮听看。好，到这个好哈。见你是啥音要叫伊唱这条的吗？无啊，啊，哪会唱会这条的？我是伊应该是乌迪热情，毋是安尼吗？袂当唱国语的啊，袂当你唱国语。这是要甲我唱本碗吗？高阳人哦。哦，是世界痛最忧伤。这后壁，这叫做拖长，毋是叫做对长，拖长。本节目是非常有水准，在公共电视台、台语台播出。来宾有啥物不当的行为，无代表本台立场。个人做，个人担。来，自我介绍者。大家好，碰哥好，老师好。我的名叫做林祖琴，我嘛是一位声乐的老师。来，换你起来唱。哎呦喂！外国语，外国语。 Oh mio bambino caro, mi piace bello bello, vento 没有话喊。伊安尼继续唱落，到明仔载。这条歌足红的呢。嘿啊。豆豆先生有对嘴呢。啊，电影内底。谢谢大家。拍婆啊，讲迄个。谢谢。 足厉害。咱这是一个卧虎藏龙的所在，安尼讲对啦吼。对对对卧虎藏龙嘛。幕后中，哎，不讲，还会。哎，搁咱搁有一个学员，一个同学，啊袂我跟我定定来啦，因为这个我刚刚啊，你袂啊，记我袂介绍啦，着啦。因为我伫你的心中，所以你袂记。哎呦对，我伫你的脑了讲话脑壳内面。住伫你的厝内啊。
起来。你人有来坐咧遐就对好啊。啦对啦，你袂搞袂记你啦。唔是安怎拢看会到你，你放心。这是公共电视台，是一个有水准的电视台。一般较早来歌手要上节目，拢会交代讲拜托，莫穿牛仔裤来。但是最近已经较开放啊，牛仔裤无要紧，但是拜托莫穿破空的来。哎，因为我有2个坑嘛，所以爱看2坑。对啊，这个解说也非常的合理啦，吼对。啦。你讲咱两个温婉是安怎？我对你无帮助吗？我本来我是要行迄个偶像这个偶像嘛，偶像，刚刚唔是安尼讲，偶像，偶像，我本来是要行偶像这个形象，你想想是吧这，结果阮头家吴宗宪，哦，吴宗宪，哎，吴宗宪无，吴宗宪是对伊尊重，啊，你也无尊重。这个吴宗宪，台语有一个加一个啊，就是看咱袂起。迄颗吴宗宪是恁头家，阮头家伊就加一个，迄个批中产，我本人，嘿，我本人买一条歌叫做《恁姊啊带起来》，我唱。虽然红起来，但是我的形象拢歹去。你讲恁姊啊带起来，借问诶，恁姊啊甲上带起来？叫跟几乎啊，你几乎啊？无啦，甲恁讲啊，恁讲恁姊啊带起来，好啊。哇，安尼真乱呢。这个梗要怎么讲？这个台语讲说，这个出头啦，这个出头，这个出头。头。为开场到进啉10分钟才讲，拢互你冻掉你会讲我要做偌久？即摆是你主持，我主持，啊！嗯，拢会当啊！拢会当。你的节目停啊，来才要找头路。啊，咱就是迄个互相帮忙嘛，对无？所以大家你听伊讲话爱慢慢啊，因为伊足慢的啦。无啦，啊，我最近一个朋友叫丹星，哦，新宝岛康乐队迄个主唱，对对对伊嘛出一块新专辑叫做《七工》，七工，七工七工，头前7工，你会当记来，你就知影讲我比伊紧偌济啊！伊讲话搁爱想呢。无你问伊，你问讲，你即摆你食饱未？有行有我行感。觉董恰恰主持这个节目无好笑。有成有成。诶，讲到过去就往事，规矩要讲话清楚啦。我迄条歌写好势，叫做恁姊也带起来。其实我毋是要坑空金刚金金刚，毋是要，我是日本人的哦，那5字。拢嘛会对一嘛。本来毋是要设定互伊唱的，我本来是坦白讲，我想的是单类，哦，原本地啦。你即摆表情是安那？无啊无啊，欢喜就好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是是是你要有上唱，你欢喜就好啊。有一工我收工下班，车停，迄阵无车库，停好了，啊要行路，向一个路中一个人，车过，头门过来，碰过哦，我宗宪，我两个当伫路中开讲，我讲我有一条歌你听看未？你讲恁姐多少钱来？是安怎？伊讲，这好哦，我摕来哦，空金空唱，是安尼来。安尼哦。你有机会唱一条歌，你也感谢我呢。无啥人捌你是去我对劲强，感谢你。系咩？迄条歌安怎来？你敢知？安怎来？安怎写的？拍马出来。哦，啊，结果咧？什么叫做烫着？你知无啦？就扣我就对啊。毋是啦，烫着。我讲即条歌的原来是安怎想出安尼来？哦。烫着你知第一无？个扣我，你知影烫着无？我一直问这你第一烫个。着就是迄个烫着啊，毋是啦，伤烧。懵掉，毋是咩贴牌哦贴大。这边1、2班，这边8、9栋。哦，这毋是咧教人白叫大家莫误会。你这中大你贴是大条嘛？哦，嗯。凭你灵感嘛？你这边讲8、9栋、7栋无啥物机会，无我8栋甲拍掉，环球梦7栋，烫掉烫掉，啊！嘛是一个老这边嘛对，烫掉就烫掉，7栋佫拍掉，来佫梦8栋，烫2遍，就是去互火烧是佫火种，
哦，所以迄阵就恁姐啊，恁姐啊，你带起来啊，哦，是安尼啦。用一句话去，其实迄是咧小可有咧对啦。咧讲骂迄个感觉，对咧怨叹啊，对，诶，你讲恁姐啊带其实伊起来是一，条足好听的情歌，因为你的爱人嫁予别人，嫁去市内，啊，迄个人是富二代，足好起来，啊，你是骑乌多摆，对无？所以你无法度甲伊比较，啊，你怨叹，迄个歌词这么简单，你拢了解哦。真正啊，啊，你是一个上家属的嘛，骑着我的乌多摆，类似迄个感觉一啦。片痴心所来沉落海，每日想起靠边啊。但是这条歌上介厉害，就是讲哦，伊有一寡臭味，啊，毋过你足正经甲伊唱，像讲一蕊荷花插牛屎，插牛屎，佮有和音。对一般讲一蕊荷花插牛屎，啊插牛屎，插牛屎，阮袂插牛屎，因为阮的编曲是迄个 BP 迄个老师 ，Baby 老师啦。 baby 哦哦，baby ，baby 老师，老师，中迄个钟声明，对钟兴明，哎，迄是第一个。大叔，所以你无水准的歌，经过伊一用哦，变迄就有个金气质的曲奖上界高编的编曲家，我无水准的歌，互无水准人唱。就会红。好佳再无单雷讲唱，你即摆看到我比啥无？我有甲你考者。你也无挂手指啊？你迄毋是啦，这五支镜头个红要安读？镜头啊，要安读？第一支大镜头啊，是不是？大镜头啊，大镜头无，大镜头无。大金兄哥，阮妈妈是甲我教，敢若是大富翁，大姑翁，诶大富翁，我毋知对大金头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大富翁，中阮妈中站毋是啦，这中仔十十指啊，十十指，指足够落雨的呢，哦，啊无偌久就咧淹水啊，哦。啊中仔中仔，无名仔，无名仔仔，拜尾仔，尾仔，其实我嘛毋知影啦。这个物件可能爱合着专业还是啥？对啊，这敢若是鸡仔，因为用这支来记来记物件，对不对？哦啊，这个就侧在，你讲错，你讲咩？哎呀，你讲安尼，咧写赛哦，台湾人，老师，台湾人无人安尼，迄是外国人安尼来，哦，对对无共款。我请教老师啦，这个。咱普通一支叫大头舞，大武功嘿，对，大头舞，对，大头大头舞大武功吼。啊，另外这大个武功，机动机赛叫机仔，啊，这个真正叫做中仔。中仔，在因为咱以前咱台湾人无会比一支的啦。老师一叠对这边比啊，老师比啊，另外这支吼嘿，较无啥物功能叫摆仔，拜仔是拜的拜吗？所以人嘛咧剁镜头拢剁一支嘛，有无？毋过吼，这摆仔嘛足奇怪，因为无啥物功能，所以像你的手指拢挂伫摆仔遮。哦，对对嘿对，啊，这个叫尾仔，尾仔所以摆仔嘛咱叫尾二仔，因为是尾啊算过来是第一支，第欸啊二支尾二仔。人安尼今仔日我即个摆仔有用处呢，哦，有用到，代表你会当挂，代表你娶某啊嘛？会当迄个挂手指啊，是啊，对啊对啊，恁某毋是台湾人嘛？哎，阮某杭州的，杭州的呢？啊，恁两个用什么语言讲话？国语啊，哟，啊有当啊嘛会讲台语啦，啊，伊台语讲了好无？无啥会晓讲，小可会晓听。哟，啊，你甲美句伊就听有啊嘛。即摆要来吼，来考大家台语的迄个捌外深。哦，我念国语，你用台语吼，来，老师麻烦起过。来哦，头啊，头啊，来，我说短裤啊，我讲短裤，我说酱油啊，我讲豆油，你伤简单，真简单，对你来讲吼，伤简单，伤简单，来过来。嘿嘿我说肮脏鬼啊，嘿，我讲垃圾鬼，哦会使啦吼。垃圾鬼、泰国鬼拢会使，哦不过毋通不输鬼就好啦。哦，赶快，不赶快，我说小笼包，嘿，我讲小生包啊，小生包吧，是细粒包啊细吧。生包，哎，这嘛会使，细粒包啊，包仔的囝，这个我有甲阮工作人员编剧，阮导演小讨论的，讲你讲你小笼包，
正确的台湾是真，这唔是台湾的，这是为外来的物件嘛。对，哦，台湾那种包啊啦，对肉细粒包菜包啦，对对对肉包馒头，嘿，小笼包，老师你因为吼伊较细粒啦，嘿所以咱叫包仔囝。包仔包仔囝有够多水，包仔仔囝，对，亲像咱讲吼，咱咧有时股票公司会分一寡股息，嘿，啊，咱会讲啥？股仔囝，哦，迄共款的物件，所以囝无一定是讲为巴老母的巴肚生出来，为原来物件生变出来啊，佮较细，咱佮叫囝来叫安尼。来卡落来，1、2、3，我说小笼包啊，啊，我讲包仔囝，啊，我说黑尾鱼啊，哎，哦，这足难，哦耶耶，应该尾鱼，应该是这个我刚才啊，土昂是日本话，鹅昂城，我说黑尾鱼啊，嘿，我讲鹅昂城啊，不是什么城，啊？啊不是啊，鹅昂城，我忘城吧，鹅昂城，鹅昂蹭，鹅昂蹭蹭，蹭啊昂蹭，鹅昂城，称啊，鱼啊，是用蹭鱼是食迄叫蹭，不过伊这是蹭，鹅昂蹭，鹅昂城，嘿，蹭鱼头，咱会蹭鱼头啊，哦，嘿，鹅昂蹭，鹅昂蹭，鹅昂城，啊，哦，这足歹，无啥人要讲啦。有啊，冇人讲称啊，你要去买迄个三文治吗？三文鱼，没有三文治明治尾鱼三明治嘿，你一定是讲甲买一个尾鱼三明治，对你无可能讲甲你买一个葱三明治，迄三明治山东味，迄是外来语，迄啊无要安怎讲，俗胖，小胖是吐司嘛，因为伊无鸭，刚迄外口，所以较俗，所以叫小胖。嘿啊，今日节目呢到这为止。头前舞叫你舞甲拢你啦。什么话啦？我说长颈鹿啊，我讲麒麟鹿啊，是长尾咯。安那，无啦，啥款？大家拢做过这个物件，所以这物件在人做的啦，就学习麒麟鹿嘛，麒麟鹿啊，企鹅，骑跳鹅，鹅，骑鹅，骑鹅，骑咧鹅，对，对，你靠啥来啊？无你来主持啊？我说流星雨啊，恁兜的代志。来进行俗语讲了后。哎呀，我是那拢无人来啦。哎，拜托，啊你有挂号无啊？哦，咕你毋是较早咧送批，拢咧送挂号的，啊是对无爽快啊？唔是歹讲，啊，歹讲，啊无先该迄个扭一个尻川的迄个度数者，就是感温呐，唔免啦，啊是无准，甲个扭裤，迄个喙安尼，啊，讲一支安尼哦，哎，你也无卫生，唔是啦，迄无重要，这个发烧无。啊你是发生啥物代志我？来，问你紧，我艰苦款，你嘛紧带我入来看者，好无？要去对看啥货啊？无来看我来这等医生来，啊我毋是医生啊。你医生你才我问讲你有挂号无？因为我嘛要挂号啊。啊你也是病人，我是医生，啊我就是迄个啊兽医啊，对无？我哪有咧看你即种？吼，神经病。你应该是去挂神经科啦，奇怪我，哎，我都咧讲讲，我都要笑的，我真正是，哎呦可怜哦！你甲看你是破病人就是安尼啦，有钱讲话大声，无钱讲话贵听，有钱叫你等的，无钱叫你等待，有钱看病免排，无钱看病等要待。啊！人插我这个无啦，拜托你啦！阿伯，喂，啊你有安怎无？嘿啊你今年几岁哈？啊，我都迄个我甲你叫医生无？啊你有搭健保卡无？小姐，哈？你这摆问啊济，我是要应对一个。啊无吼，你甲我讲，你倒位咧无爽快啦？啊，这镜头足久的吼，安尼歹势讲，安尼哇，即马最近安尼，即马正大麦啊，这大麦
嘿，这大麦啊，规底层平去啊！哎呦，花老花老干那挂好挂袂着，我今仔真正是阎罗王开酒店。啊，若无吼，你甲我讲，你倒位咧无爽快哈？啊，我这哇，哎呀，这镜头真久啊啦！哇，这最近哇，真甲遮大麦，过来粒啊咧！哦，哎，这底层啦，做一个叫病人的花，哇，花老干咧10点吼，佮挂好挂无，啊，我今仔真正是使劲苦大拍死甲啦！好声，感谢护士小姐，拄好2句有无？对。验迄个阎罗王开酒店，店，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要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迄个情形，拄啊，这个病人挂好挂袂着，就听到要嗨啊，就已经紧急的情形啊。挂好佮挂无，啊，到底是阎罗王开酒店，还是使去裤头拍死甲，就是差不多来要阎罗王开酒店的请举手。我唔知影什么意思，我选这个。一票尔，一个人认为是阎罗王开酒店，认为是讲使紧裤头拍死甲的举手。四票对1票，哦，安尼好，有无共的答案安尼上好。其实，正确答案我嘛无啥了解，但是家长咱老师伫遮，老师请甲阮解答者。阎罗王开酒店后壁要接一句叫做“唔惊死的做你来”。哦。所以有时像人外口卖药的网络先吼，讲我这药啊偌有效的，青梅会卷去，摆脚会行去，翘骨会直去，粒仔消去，人无去。所以你若唔惊死的做你甲接落去，一定会出代志。哦。迄叫阎罗王开酒店，唔惊死的做你来。哦。啊，另外一句是讲使劲扩大拍死角，咱以前裤咯，拢用布迄个夹伫头前。是。啊，你讲哦，使足紧啊，要开便所，结果啊死啊！拍死甲头袂开，你讲足赶紧啊，甲拄着别人代志来去延前，啊哦实在什么工会倒安尼哦，做唔对。石板火机吧，石板火机吧，就是你影片啦，所以即马有讲到延前呢，延前延误的延。哦，我想讲你拍死甲佫看到延前，延前嘛是相长一种音，嘿。就真难讲药剂啦，药剂嘛可能是药剂嘛，可能是药渣，有时共音的词哦足侪哩。恭喜答对迄个同学，我拢记得。谢谢老师来拍一拍鼓励，谢谢。老师。吟诗说文真趣味，台语诗词有当时吼真道具，佮真有意思。所以今仔这首呢，会用讲是咱大家拢会拄到的。哦。像老师甲我可能就即摆已经拄到啊。咱这个中兴啊，好，来，你较简单吼。好，头2句互你。好，头2句。请。人若老，徛咧无元气，坐咧就下气，无食就生气。水。朱银小姐，这2句互你。好，食饱爱放屁。倒落困袂去，出门无底气，见讲讲过去，见讲讲过去。老师这句互你。好，随讲随袂记，想要死无勇气。坑先生。只好勉强活落去。是啦，你一定爱会记。最后这句就是咧讲你的代志。哦，还佫有押韵呢。当然啦，你当作遐好主持。哦，咱无节目用停掉，一定有原因。一定停掉2年啊。所以拄则安尼念，我感觉大家拢敢若不哩啊标准吼。来，这个今仔日主要这个按这个坑先生，伊会使为头到尾念一遍。人若老，徛咧无，是当日咧徛咧。徛什么徛到摆？迄个徛咧啦。预备。人若老，徛咧无元气，坐咧就下气，无食会受气，食饱爱放屁，倒咧困袂去，出门无底气，见讲讲过去，随讲随袂记，想要死啊无勇气，只好勉强活落去。
真正袂这歹。是我这世人讲话上紧的一摆。离婚才有好处吼。来，老师，这个意思就是咧描写。这其实哦，咱讲唔听老人言，你会拖西人；你若唔听老人话，你会尽量背。其实老的吼有老的大人的智慧，咱爱甲尊重啦。不过伫咱传统社会当中吼，有时加减，大家开讲过程当中，嘛哭来哭去安尼，所以写一寡物件来哭死老伙安尼啦，趣味啦。是，来，咱来加上迄个曲曲曲来个节奏，请老师甲咱练一遍，咱听好无？好，老师请了。人若老，徛咧无元气，坐咧着哈气，无食会受气，食饱爱放屁，倒落困袂去，出门无底气，见讲讲过去，随讲随袂去，想要死无勇气，只好勉强活落去。而且有一个顿点吼，大家小注意一下吼。想要死无勇气，好，这要甲咱大家讲，咱来注意，千万保持少年的心，唔通有一天变安尼。好，所以最后站起来，观众朋友做伙来甲起起哭哭来唱了，1、2、3、4。人若老，徛咧无元气，坐咧着哈气，无食会受气，食饱爱放屁，倒咧困袂去，出门无底气，见讲讲过去，随讲随袂记，想要死无勇气，只好勉强活落去。谢谢，感谢大家，后回继续情况，为山为水为天龙。今仔来参加这个画山画水画玲珑，较知影讲，哦，这个台语真正是足奥妙的。哦，我囡仔的时阵拢讲台语，我感觉我已经足厉害。结果来遮人讲吼，活甲老，学甲老，就是真正呢。这个节目真正有够赞。